大家好，咁咧多謝大家慰問啦。我嘅病咧就好得七七八八。咁條片咧，無論係 for 初中或者中四五嘅同學又好，中六嘅同學都好，一樣啱用嘅。只不過係咧，中六嘅同學你就要 condense 少少地吸收我嘅溫習方法或者一啲建議咯。咁你哋剩翻80就開始 DSE 考試，亦都希望你哋加油。講到溫通識咧，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個疑問，就係坊間成日都話要不停地睇新聞，又或者甚至係要背新聞，係咪真嘅呢？咁我自己喺通識嗰度係攞到5星星啦，而且喺Paper 220分，我亦都係攞15分嘅2個 marker 都俾。咁我都可以同你講，就係我係唔係點睇新聞嘅。當然係有好多因素，因為我喺中六嘅時候屋企又發生咗啲大事啦。咁再加上其他學科都老實講非常之忙，咁而我通識科係能力都強嘅，所以我亦都唔會話點睇。咁但係就算係一般嘅同學，我都絕對建議你真係唔好花太多時間喺睇新聞嗰度，因為就咁睇係冇意思嘅。如果係中六嘅同學，又或者一啲相對嚟講係好追求 efficiency 嘅同學咧，我好建議你睇一啲雞精書，其中一本我好推薦嘅就係呢一本啦。明報嘅通識全攻略每年都會出一本嘅，咁今年呢本呢，我係有份寫一啲心得啦，同埋會有一啲範文俾大家睇。而我嘅範文呢，係入邊咁多位5星星學入邊唯一一位咧獲得評卷老師阿許 Sir 咧係2篇文咧都俾最高層階分數嘅，咁係真係幾有參考價值嘅。我都真係抌咗好多心機去寫，雖然咁而另外呢，我都好建議大家呢係 subscribe 或者 like Costa Chan 個 Facebook page，佢嗰個萬人溫習大行動咧，即係話佢每日會 upload 一單新聞上去咧，亦都係好有價值嘅。點解我會推薦呢2個途徑咧？特別係 for 中六嘅同學，係因為咧佢哋係揀咗一啲咧真係同通識相關嘅一啲新聞 up 上去。我可以同你講，每日都好多新聞，有一啲咧其實亦都係緊要或者係好有爆炸性嘅。咁但係個問題係通識係唔會考嘅。咁你要知道咧，通識有啲咩係會考，咁你先會準備得好咯。如果唔係咧，其實你係會溫咗好多冇用嘅嘢。咁講到去睇新聞嗰陣咧，我其實喺明報嗰個通識網度都有同大家講嘅，就係不妨你真係可以掃視一下唔同立場嘅報紙。咁但係咧，無論你睇有冇立場色彩好強烈嘅報紙都好，你一定要分得好清楚事實嗰部分同埋嗰個編輯嗰個記者嘅想法嗰部分。而家好多報紙咧或者電視台咧，喺自我審查情況下咧，加咗好多自己嘅意見去套咗落個事實嗰度，甚至係用埋一齊。如果你唔分清楚咧，好多時候其實無論話你讀通識又好，或者你做人都好咧，你會變得好 biased。咁呢個係要好小心嘅，其實都會好影響到你通識嗰個寫作嘅。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哋係揀塞啲嘢落去咧，即係 I mean 佢哋將一啲諗法咧係滲透喺個文字行間度。咁你照版煮碗你吸咗落去寫落去咧，又唔解釋咧，評卷員一定唔會 accept 咯。咁而且咧就係、除咗要分清楚事實同埋諗法呢2部分，即係新聞入邊之外咧，都會建議同學咧睇新聞嗰陣咧，你要諗幾樣嘢嘅。亦都真係呢個就係個溫習方法啦，特別係 for 初中同中四五嘅同學。第一樣嘢，你睇嗰單新聞係咪同你所學嘅一啲課題有關係呢？第二樣嘢，呢單新聞係唔係同你所學嘅一啲 concept 有關係呢？三樣嘢，呢一單新聞背後其實係同有啲咩議題，邊一啲 hot button issue 係 associated 嘅咧？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啫，就攞劏房嘅新聞嚟講。如果你話佢係同咩 issue 有關係嘅話咧，其實佢絕對係同貧窮有關係。如果你話係同通識課題有啲咩關係咧，我諗係同今日香港嘅生活素質係最有關係嘅。當然唔止呢一個嘅嚇。咁去到有啲咩 concept 咧？我諗一彈你就彈到出嚟係堅尼係數、貧窮線等等，甚至係 M 型社會。佢哋都其實係有關係，都係有關。呢個就係我睇新聞嘅時候我會諗嘅，亦都係你每一單新聞都要咁做。如果唔係，我同你講睇完湯科單新聞，我就當你背埋入邊啲內容啦、數字啊、例子等等，冇意思嘅。你考試嗰陣會用到嘛？跟住我頭先講咗3樣嘢，大家一定要諗清楚，係絕對幫到你
睇新聞係更加有效率同埋更加有意義咯。知唔知？咁放一啲咧能力比較強同埋中路嘅同學咧，你哋應該要多做兩步嘅。第一步咧就係你要諗一諗唔同嘅持份者對呢件事會有啲咩取態同埋有啲咩理據。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哋要睇一睇，無論係我頭先講過深入咗諗法嘅一啲新聞同埋社論都好，甚至係其實你周圍聽到一啲評論都好，你要諗定嘅就係駁論。姑勿論你同意佢哋嘅講法與否，你都係要諗定先嘅。當然啦，我知道同學都好實際嘅，我呢個 channel 都係。究竟有啲咩類型嘅新聞係特別值得溫呢？一般嚟講，你可以攞嚟做事例嘅，同埋你可以有數據嘅，特別係一啲權威機構做嘅，都係好值得溫嘅。例如係咧，有一個英國嘅機構咧就調查過，比對咁多個城市去揾出佢哋嗰個物價指數。咁呢一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值得背。我嗰屆我考陣有用到，我都覺得同學你依然係要記嘅呢一屆。究竟香港嗰個生活成本係幾高咧？嗱，呢樣嘢其實係好緊要嘅，好多議題，標準工時、最低工資，其實都涉及到生活素質，亦都係。咁呢啲題目咧，你有呢一個資料咧，其實就會好易攞高分。但係最後咧，我要提大一樣嘢，就係唔好做標題黨。好多人係拎住份報紙睇咗個標題就自己有立場有晒定論。跟住咧，到後嚟咧就賴啲媒體話佢哋咧誤導佢哋，實際上係你自己冇了解嗰單新聞咯。好多時候我喺 Facebook 啊見到啲人講埋啲歪理咧，咁我會同你拗咧，拗下就發現根本佢哋冇睇過單新聞，而俾我質問之後，佢哋都冇面目去答嘅。即係我問佢你有冇睇過，究竟嗰單嘢係點樣樣發生，或者入邊細節冇，跟住佢就定義警察定啱，跟住最後俾我問到口啞。我唔希望你哋睇我呢個 channel 嘅同學會係咁低層次，OK？特別係如果你咁樣樣嘅話，你會分辨唔到邊啲係好報紙。例如有一份免費報紙，我見到啲人睇咧，我就知道佢究竟啲人係咩質素啦。有一次咧，佢將陳志全咧俾人侮辱嘅事件咧，話陳志全係自食其果。其實喺法律上嚟講咧，嗰份報紙咧嚴格嚟講係可以俾人告，因為陳志全根本冇好似佢誤導啲讀者咁講，喺立法會度用嘅粗口或者一啲惡劣嘅不雅行為去做咗出嚟。我唔建議大家睇呢種報紙，要睇就睇翻啲高質素嘅，例如係明報，甚至係蘋果日報。雖然佢都有時中意炒作，但係亦都確實佢係俾咗好多一啲其他報紙唔敢報嘅新聞出嚟。係溫完新聞咁唔使講，梗係要溫 concepts 啦。但係概念究竟係咪真係死背就得呢？要背幾多呢？嗱，我會建議大家將概念分為兩類。第一類咧係其實純粹咧，你用個靚啲嘅名啫。例如你喺全球化嗰陣，你話係嗰個商品市場嘅睇法，跟住你會用銷售網絡呢啲字眼而唔用市場，令到 marker 覺得你係有讀過通識嘅。又或者你講國民教育科，你覺得係洗腦嘅諮詢稿嘅內容，其實你係應該要用價值觀同化等等嘅字眼，咁就會靚啲。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啲咧，其實真係涉及到一啲定義，同埋涉及到一啲深入嘅探討，例如係人生百佳啊，又或者係自我實現需求，即係其實係西方版嘅殷海光人生的意義啦。我成日都會話，又或者係生活素質等等。其實兩者咧，大家要分得好清楚。前者咧，其實我覺得同學你總之記住，每次當你想用啲所謂嘅低呢字嗰陣，你就用翻啲通識字就得，就好似英文咁樣樣，OK？每次你想寫 please do not wait，你就話please do not hesitate，即係寫嗰啲 formal letters，其實或者即係一樣嘅啫。但係第二類麻煩啲嘅，第二類好多時候啲同學就會好敏陣嘅。我明明溫晒背晒，定義都溫埋，點知到最後考場上冇用到出嚟？特別係 DSE 嗰陣，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同學你從來都唔會諗下呢啲 concept 有啲咩事例支持咧，又或者係除咗事例之外，佢哋又會同有啲咩課題係有緊密嘅關係咧？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之前咧有一個收入可以好穩定嘅會計師咧，走去揸巴士，咁喺社會上引發咗好多討論，亦都其實見到香港人咧係點樣俾中環價值洗咗腦嘅。呢一單嘢其實涉及到咩 concept 咧？
起碼有一個就係涉及到 self-actualization 嘅 concept，OK？咁你將佢掕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你唔單止會發現你喺寫嗰陣咧更加有料，而且同時你都會發現咧其實好易應用到出嚟。咁另外咧，其實好多時候 concept 咧，亦都係諗定喺咩情況下用嘅。例如係健康嗱，世衞係有定義㗎，同學應該要知道個定義係包括咗3個層面。咁有啲咩情況可以用咧？嗱，第一，好似我連咁標準工時又可以用嗱。又或者你講到去環境污染所引致到健康嘅受損，又係可以用。講起環境污染咧，就提一提同學，香港咧係有一個叫達理指數嘅嘢，係研究環境污染對香港造成嘅死亡率點樣提升，同埋經濟損失。呢一個咧係喺你個駁論嗰度好有用嘅，特別係如果係考香港問你可持續發展，同埋係一啲涉及到經濟發展嘅取捨等等，其實你就可以答呢個出嚟。達理指數一定要溫喺度睇一睇同學。咁當然放心，我喺嚟緊咧會製作係6大單元唔同單元嘅一啲最緊要嘅 concepts 同埋解釋，同埋唔同題型嘅拆解。咁我都會再喺度詳細同大家講。咁而家我只係純粹舉一舉例啫，OK？咁另外咧，除咗 concept 之外咧，同學都成日會好關心通識究竟點溫咧？係咪要背教科書咧？嗱，我自己咧就係自己製作筆記嘅。咁而筆記咧，我係會以 concept 為主，然之後再附以一啲議題分析。咩 concept 咧？好多時候其實就係我會將生活素質就係香港一部分，然之後法治，再跟住就係身份認同，一嚿嚿咁拆開佢。你睇嗰啲咁嘅教科書咧，例如朗文嗰本啦，我相信你睇到死個你都未睇完嘅，OK？亦都入邊真係有好多廢話，同埋會令到大家係生吞活剝。咁我都唔建議大家咁做，自己整 notes 係最有效嘅。同埋你去拆 concept 係好好嘅，仲有啲議題分析，就算冇考到都冇所謂嘅，其實都可以套翻落去。例如你分析自由行對香港嘅影響，喺其他議題度都可以用翻出嚟嘅。考 paper 有同學問我，喂，係咪真係要操晒㗎？題題都要寫啊咁樣樣。其實唔使嘅。past paper 咧，嗱，豐儉由人啦，你寫幾多實踐經驗攞幾多 ，OK？ 大家係要諗 point，唔係就咁諗個 point 出嚟就算咯。第二係有啲咩例子，第三係你會用啲咩 concept，第四係你會點樣解釋，用資料去解釋，你自己用啲符號去寫就得㗎啦，OK？第五就係你究竟會有啲咩駁論，如果要去駁呢一個 point，每一個 point 都要駁。咁當然你話paper one 題 1A 嗰啲咁嘅數據題咧，一般嚟講係，咁當然係唔會有駁論啦，OK？咁而且除咗呢啲之外咧，我都會建議同學要諗一諗你個論證步驟。我遲啲會同大家講通識或者寫中文議論文，其中一個伏就係啲同學啲論證步驟亂嚟嘅。咁我會喺嗰條片度論證步驟同大家詳細講。